唔知大家有冇買六合彩嘅習慣呢？世界盃又就嚟開始，你哋又有冇心水呢？但每一次賭輸咗，你哋又會唔會話運氣太差，自己真係地獄黑仔王呢？如果話俾你知有一個大學教授能夠用科學方法增加你嘅運氣，你又信唔信呢？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啫喱百科嘅一葉知秋，我係你哋嘅節目主持人葉知秋。一葉知秋係一個想用幾分鐘嘅時間分享書本上面嘅知識，我哋可以一頁頁咁吸收，一頁頁咁成長，並且希望如果各位啫喱友聽完今集嘅節目，中意我哋介紹嘅書，不妨去書店揾呢本書，細味當中嘅內容，等我哋一齊知得更多。好啦，我哋一齊打開一葉知秋。你係咪成日覺得運氣係天注定嘅？見到人哋升職加薪，不斷有桃花運，就會好唔抵得咁講，唉，佢條命好之嘛，而自己遇到黑仔嘅事時，就只係認唔好彩。今日我哋要同各位啫喱友分享嘅呢本書，會徹底顛覆你對運氣嘅認知。佢唔係李天命或者七師傅嘅玄學書，反而係一本講嚴謹科學嘅書。書名叫 The Luck Factor， 作者係英國心理學家 Dr. Richard Wiseman。作者嘅經歷非常傳奇，佢18歲時曾經喺倫敦街頭做過魔術師，後來發現魔術師同心理學家本質上都係操縱人嘅注意力。佢就喺度諗，如果魔術能令到人覺得自己好運，咁現實有冇方法令人真正變得幸運呢？為咗揾出答案，佢展開咗長達10年嘅科學研究，追蹤400多位自認超級幸運或者超級黑仔王嘅人，最後得出一個震驚科學界嘅結論：運氣唔係天生注定，而係可以透過後天訓練培養出嚟嘅心理體質。佢甚至開辦咗運氣學校，結果高達80%嘅學員表示自己嘅運氣真係變好咗。呢啲都係有科學數據支持嘅。作者做過一個著名嘅報紙實驗，佢分派佢哋每人一份報紙，叫佢哋數入面有幾多張相片。其實作者早就喺報紙入面埋咗伏筆，喺第2頁用大大嘅黑體字印咗一句提示 ：Stop counting. There are 43 photographs in this newspaper。中文嘅意思係唔使再數啦，呢份報紙總共有43張相片。另外喺中間嘅頁數仲加咗另一句。Tell the experimenter you have seen this and win $250。即係如果你睇到呢行字，話俾實驗人員聽，即可以攞到$250。結果係幸運早幾秒就睇到第2頁嘅提示，立刻講出答案，攞到獎勵。黑仔王早就數足2分鐘，期間更錯過咗中間$250嘅提示。另一個實驗更加直接，作者喺咖啡店門口放咗一張5英鎊鈔票，然後叫2組去買咖啡。結果係幸運組經過時就好快見到，仲立即執起，好開心咁走入咖啡店去買咖啡。但係黑仔組就直行直過，一嘢踩過嗰張錢就入咖啡店，買完咖啡就走。呢兩個實驗清楚顯示，差別唔係2組嘅視力問題，而係心態同注意力分布。黑仔組嘅人因為過度專注於數賞任務同買咖啡，焦慮令佢哋大腦自動過濾咗周邊資訊，錯失咗明顯嘅提示。作者提出，幸運體質並唔係天生，而係由4種力組合而成。佢用10年研究，追蹤數百人，最後歸納出呢4種心理力量，解釋點解有啲人總係好運，而有啲人就成日咁黑仔。第一，機會感知力，呢種力令你能夠睇得見機會。黑仔嘅人往往太過緊張，焦慮令佢哋出現隧道視野，令大腦自動過濾咗外圍信號，只專注一點，忽略咗周邊90%以上嘅資訊，結果真正有幫助嘅嘢就咁失去咗。幸運嘅人就冇咁執着，佢哋心態放鬆，視野開闊，容易捕捉到意外嘅機會。就好似報紙實驗入面，幸運組一眼就睇到提示字句，黑仔組專注咁數賞，錯過咗明顯嘅信息。第二，幸運直覺力，呢種力令你聽得見內心嘅聲音。實驗顯示，幸運組有80%會聽從直覺，而黑仔組只有30%。直覺唔係一種玄學，而係大腦潛意識演算法，經過幾十萬年演化，幫你快速判斷人同事。當你覺得某個人或者某個投資有啲奇怪，其實係大腦後台幫你分析資料。黑仔嘅人往往壓制呢股聲音，話要理性分析，冇數據支持等等，結果死衝，走入陷阱。幸運嘅人就更願意相信自己心裏嘅細微提示。第三，好運預期力，呢種力令你相信好運。心理學上有一個著名概念叫自我實現預言。
當你預期成功，你嘅肢體語言同表現就會跟住成功嘅劇本走去。相反，如果你覺得自己一定會失敗，你去見客時就會駝背、眼神閃縮、講嘢細聲，最後就真係失敗。幸運組嘅人對未來一年嘅成功率自我預期比黑仔組高出30%以上，呢種樂觀心態會推動佢哋吸引更多正面結果。第四，衰運轉化力，呢種力令你消化壞事。書中提到一位女士 Jessica， 佢一生經歷過車禍、空難、迫降，甚至銀行搶劫入面被子彈打傷手。如果係一般人，早就怨天尤人，覺得自己好命苦。但 Jessica 堅定咁講，我係世界上最幸運嘅人，因為我每一次都能夠生存落嚟。呢就係心理學概念反事實思維。銀牌得主往往比銅牌得主更唔開心，因為銀牌得主向上望，覺得自己差少少攞到冠軍。而銅牌得主向下望，覺得自己差少少就冇獎牌，就會覺得自己好好彩。黑仔唔係事情本身，而係你點樣編寫故事嘅版本。幸運嘅人懂得將壞事轉化成學習，甚至變成未來嘅精彩故事。4種力合成一個好運飛輪，你睇到機會，相信直覺，對未來抱有樂觀，連壞事都打唔沉你，最後再消化出更多機會。呢個循環令幸運嘅人越來越幸運，而黑仔嘅人越來越覺得自己命苦。作者為咗驗證運氣可以訓練呢個理論，專門設計咗4個簡單嘅日常練習。佢要求學員持續1個月去做，最後結果顯示，大部分人真係覺得自己嘅運氣改善咗。呢4個練習分別對應4種改運之力。第一，培養機會感知力。方法係顏色法則。每次去聚會或者飯局之前，先喺腦海中隨機諗一個顏色，例如紅色。到咗現場，嗰時就強迫自己只同身上有嗰個顏色嘅人傾偈。呢個動作會打破你原本嘅社交舒適圈，令你接觸到平時唔會留意嘅人。科學研究顯示，好運往往就隱藏喺呢啲意外嘅連結入面。換句話講，呢個練習係幫你強行打開視野，避免隧道視野令你錯過機會。第二，培養幸運直覺力。方法係睡前5分鐘安靜時間，每晚瞓覺之前放低手機，唔聽音樂，留5分鐘安靜時間，然後同自己溝通，今日有咩事，我心入面早已經有答案，但我扮聽唔到，然後將答案寫低。過咗1星期回望，你會驚訝自己潛意識嘅準確度。呢個練習幫你重新建立同直覺嘅連結，避免因為過度依賴理性分析而忽略咗大腦後台嘅聲音。第三，培養好運預期力。方法係晨起5件事預演。朝早瞓醒唔好即刻睇手機，先喺腦入面預演今日最重要嘅5件事，並且預計順利完成嘅畫面。可以諗下上司對你點頭微笑，或者客戶講出你最想聽嘅話。呢個練習係幫大腦預先調好成功頻道，令你嘅肢體語言同心理狀態自然配合，成功劇本。心理學研究顯示，樂觀嘅自我預期會成為自我實現預言，推動你吸引更多正面結果。第四，培養衰運轉化力。方法係反事實3句話。每次遇到黑仔事，逼自己講3句。第一，如果唔係咁，我可能更慘。第二，至少我學識咗啲嘢。第三，半年後呢件事會變成我同人分享嘅精彩故事。例如你扭傷腳，可以諗至少冇撞傷頭，至少強迫自己能夠休息。半年後仲可以當笑話講。呢個練習幫你改寫壞事嘅故事版本，令你唔會被挫折打沉，反而將壞事轉化成資源。4個練習加埋就好似一個運氣練習室。你每日做少少，慢慢就會發現自己嘅心態、注意力、直覺同故事版本都開始改變，最後形成一個正向循環，令好運越來越多。The Luck Factor 有一句話，大部分人嘅好運同衰運並唔係天注定嘅，而係思想同行為嘅產物。運氣唔係等天跌落嚟嘅，而係好似肌肉咁，可以慢慢鍛煉翻嚟。由今日開始，試試頭先所講嘅4個動作，將好運慢慢累積翻嚟。多謝大家收聽今集一葉知秋。思考題：你覺唔覺得自己係一個幸運嘅人呢？你又會先試下邊一個改善運氣嘅動作建議？歡迎留言同我哋講講。如果中意今集節目，不妨俾個 like， 分享出去，訂閱埋啫喱百科，撳埋個鐘仔，一有最新嘅節目就可以立即通知你。我哋下集再一齊睇書，一葉知秋。拜拜。